后来台湾的疫情较稳定咯，防疫五月天，游指挥官陈时中带队后日拜六要坐高铁到垦丁西夜市。隔江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嘛要伫垦丁来举办，这是互垦丁的业者真期待哦。希望陈时中会当吸引人气，互垦丁搁再滚滚滚。 警方伫垦丁街仔路顶关入口的所在管制，无挂嘴烟就袂当入去。因为进前清明连假的时阵，垦丁足侪人去的，中央发出国家级旅游警示。过两天游客减足侪，一直到最近人潮拢无回流。管制啦，我咱食土哈。小孩子的学费、生活费都快付不出来了。无人无生理，店头家怨叹啊！即马疫情无遐尼严重啊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推动防疫新生活运动。 指挥官陈时中带头示范，5月23拜六要坐高铁到南到垦丁西夜市大饭店。那我们有觉得就是说，肯定应该是都很好玩，所以我们就从最南端也示范一下，我们这个旅游是可以开始来做，那也可以代表说，肯定是很值得去的地方。也许是我自己很想去了，而且过两天5月24记者会嘛要伫垦丁举行，这个消息，互业者拢足期待。部长就是觉得我们这边很安全，来看看我们，也是帮我们解禁一下，希望我们这个地方能带动一下我们的观光。业者拢希望讲，即马人气上夯的陈时中部长，伊来了后，人潮嘛对咧来。业者讲，有部长挂保证，大家会当放心去垦丁耍。